今次嘅短片會介紹慈山寺，喺1個月之前就可以喺官網預約，因為我哋係揸車入去，喺預約嘅時候已經入咗車牌號碼，等佢電郵確認就 OK 啦。揸車去到嘅時候，職員睇到個車牌號碼就可以直接駛入有蓋嘅停車場。如果想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，可以參考返佢哋嘅官網。慈山寺係秉承釋迦牟尼佛嘅教化而興辦嘅一所佛教寺。佢位於大埔嘅洞子，背住八仙嶺，面向船灣淡水湖，佔地約50萬平方尺。喺2003年由李嘉誠出資興建。寺廟內係唔燒香嘅，提倡以水供佛。慈山寺嘅建築係依自然環境佈局，山門、彌勒殿、大雄寶殿都係坐落喺主中軸線上。雖然成個慈山寺嘅建築設計理念係延續中國佛寺嘅建築傳統，但係我覺得有部分嘅感覺好似去咗日本嘅寺廟咁，都係令人心境好平靜嘅感覺。轉完呢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，旁邊可以拎返張智慧卡。慈山寺每一個地方都俾人嘅感覺好清幽。平時入大美督或者行八仙嶺嘅時候，都會遠望到慈山寺嘅觀音聖像。喺眼前睇嘅時候，真係覺得好宏偉啊！全白嘅觀音聖像係由青銅合金鑄造，高70米，慈悲莊嚴。慈山寺呢度唔係點香嘅，而係供水供奉觀音。攞咗個水缽之後，就喺個水池滗水，雙手捧住行去觀音聖像面前。誠心許願，再將水倒入千應柱裏面。五觀堂裏面嘅善生坊，佢每日下晝1點半到4點半開放，以飲品茶點同參學者結緣。